南哥嚟到富國島北部，我真係想講一講呢度嘅不足之處。首先第一個嚇，呢度咧係一個半鬼城。白天嗱，大家見到成個歐式小鎮啦，基本上咧係唔會有太多嘅遊客㗎。咁我睇翻呢度入住率最多啦，都係韓國人啦。呢度個範圍非常之大，佢待開發嘅過程亦都會非常之長。呢度適合啲咩人群咧？你如果真係中意度假、中意 relax， 同埋你中意打高爾夫球嘅，呢度非常之適合你，因為相對咧成個富國島北部、中部、南部咧，北部係相對比較安靜，佢該有嘅嘢全部都會有。你小朋友想玩嘅動物園啦、過山車啦、水上遊樂項目，甚至乎出海沙灘、泳池，乜都有配備，全部一齊嘅。但係就係比較安靜，特別好多人帶老人家啦，甚至乎咧好多啲媽咪咧都係中意比較熱鬧少少咧，呢個地方未必適合你。最後咧講翻飲食啦，我哋廣東人為例，你嚟到呢啲咁樣嘅旅遊度假區咧，你想話要揾啲乜嘢好嘢食咧，相對下係比較難，歷史底蘊係弱少少，但係呢度環境真係靚，影相非常之出片。如果過嚟富國島玩嘅北部，你中意高端度假，記住要留意北部。